diss 人，diss 人 ，rapper， 为什么是 rapper？ 因为 rapper 最会 diss 人。diss 人吗？欢迎三位来到我们夯议板上说的节目啦。那今天一样是要邀请三位来猜客语字。没问题。那我们的主题呢是说我什么人是不是在骂我？那我们要先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黄豪平。大家说我有大头症，本来以为他在骂我，但后来发现他是真正说我头很大。头很大，我帽子都没办法买，你知道吗？Hello， 大家好，我丹妮表姐。很多网友呢会说你是不是变性人呐？哎，还真的是呢。大家好，我是一两米，很多人说我是外国人，想说是不是在骂我？其实我看镜子，我真的是外国人哎。对啊，没有人。好，那我们的第一题，遊戲規則，答題節目組會本睇家群同黑格斯，本每邊攤群下幾個種巴拉意思，並從題朝定結婚，到底馬沙集，基本一個行業矮最熟呢？不像人，无像人就不像啊，就是说你这个人就不像人啊，你这个畜生，没良心啦，你这个畜生，不人道，不人道，不人道，哇塞，人道，文雅，文雅。好，我们这题其实有人跟答案其实已经很接近，哎，很接近。但我们看一下提示物好不好？杀人放火，哇塞，这都是武器哎。对他应该是做了很多坏事吧？没良心，他没有良心，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天哪，要跟他 PK 成语，他为什么成语还这么好？好，其实无法无天跟作恶多端有一点点相近，其实蛮类似的，对，蛮类似的。没错，我们的答案其实就是不像话，不像话，不像人样的意思，就是你不像人。比如说海陆腔的话，就是猫抢音，猫抢音。好，那我们下一个人是后生人。后生人，后生人，后生人。接下面骂出声，我猜他说是太嫩，后生人就是年纪轻轻还没有什么见识。我跟他是一样，就骂这个人是畜生，不是人，这辈子不是人。我们看一下提示，是畜生，不是年轻人。又是奇怪的版本。2023网络流行用语 ，YYDS 是永远的神，永远的神，这知道。BBQ 了，你知道吗？都看不懂。通常会用这个流行用语的话，会是什么样族群的人？用不懂古版。没有，我那个敌意要更重一点点。死小孩。会不会是人家说的那个草莓族？草莓族，哎。但我们这个词非常的肤浅，因为它其实就是年轻人哦，没有到后生晚辈，没有到死小孩。其实刚才豪平的太嫩有一点接近了，因为太嫩也是菜鸟的意思。海陆的话是后上音，对，它就是指年轻人。年轻人哦。那我们下一题。好，博人脑。哦，我来个自寻烦恼，让人生气，鸡女脑，有一点点跟大家有点接近，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提示。佐助啊，这什么啦？烦呢，博人脑，这是形容一个人或者是事情很怎么样？我觉得毛很多啦，你看这很多触须触角的，就这个 make up 很多。对啊，我觉得令人发毛啊，让毛骨悚然的毛骨悚然的人的行为。好，我们这一题没有人答对。惹人讨厌哦，这些东西不是惹人讨厌吗？就是让人家觉得很讨厌。我很喜欢老鼠啊。对啊，蟑螂跟你蛮搭的啊。海陆腔的话是爆音闹。蹦音闹，这不知道为什么这句有一点点泰文的那种感觉。对，蹦音闹。那我们最后一题，最后了，一样是什么人？diss 人 ，rapper。为什么是 rapper？ 因为 rapper 最会 diss 人。diss 人吗？你为什么一开始写了一个帽子的帽子？这中文不好。令人倒霉的人，带赛的人，我觉得这个带赛会让人家跌倒，会害人家跌倒，还是他本身带赛。我们表姐的答案有一点接近，但是还不是正确。我们看提示物，不是 rocker，又是画，旁边人在笑他。
没错。那笑跌倒人就是落井下石的人，其实跟 diss 也有对啊，点关系。落井下石啊。我是写幸灾乐祸，我们终于有成语有成语了，了。显然我们两个真的是台湾架杠台湾人。你怎么写？你在写作文吗？没有他们，写一个，他们有够写一长的。幸灾乐祸不会相敬比心，不会相信将心比心不会将心比心的。哎，还有将心比心，他不是我们一人写一句，他是一个人写两句。幸灾乐祸了，幸灾乐祸，现在火，现在火。好，大家都非常的有文学造诣，但是呢，我们的答案其实就是冒犯别人，冒犯、得罪到人。对，那如果是海陆腔的话是点是您。点是您。恭喜我们客语王是好评。哇，你今天很厉害耶！3冠王啊！恭喜获得我们今天的客语王。汉语开就是點熟熟，你上愛講會是錄錄，天出愛看漢語版上熟啊，漢語版上熟。大家好，今日漢語版上熟啊，愛講嘅非常嘅實用。其實漢語啊，未老人本到當多種，你今日所來看看漢語地圖有哪條人，哪條人係代表哪種人？其實愛講嘅係冇強人。你冇看到是話到嗬，係個冇人場嘅人，個翕相機、入人機啊，翕唔出冇人嘅人，唔係哦，個冇場人啊，係講人啊，冇一張人樣啦，唔長款啦，唔上人嘅意思啦。你比如講，隔壁嗰隻光頭啊，個錯過呢場落座下樣啦，錯過假擺咧，係咪出來嗬？條路唔做條樣，悠悠喳喳當冇場人啦。冇強人，下巴呢度嘅客家莊啊，你可能是聽過嘅客家阿婆講，而家嘅後生人是係咁樣啦。個意思是講嗬，現在的年輕人就是這樣，個後生人是年輕人嘅意思啦。你比如講，阿爸。個客國包咧衝死啊！教本後生人去做事好咧，你坐下來食茶啦，冇自家去客，係講家下萬一見緊就會上到，該是很好慘冇。後生人，撒下來嚟講嘅係，你拄到惡人啥，嗰時才是當本人咯。個係講本朋友咩撒到啊，咩正經當本人咯。個人講唔同嘅不一樣嗬，嗰是漢下本人咯。嘿，我講按到幾啊？呢度啲我講乜嚟咯？錯，博人鬧，博人鬧啊，係唔等人識當等人鬧嘅意思啦。你比如講，隔壁嘅睇芭比嗬，見擺是講話我當舊師姐啦，睇馬上過去讀嘅唱歌當本人鬧。但是幾次咁咩強人，個3更半夜1點鐘啊，喺度唱歌，哇本抽到已睡都唔落覺，幾場本人鬧呐，博人鬧。你最尾周圍講嘅係跌成人，大家要想到跌成人係乜嘅麼？嘿，嗰係講沙講了解人嗬，總係跌成人啊，嗰啲正經係春秋命心肝好好反省哦。因為會影響到嘅人際關係，跌成人係得罪人、反到人嘅意思啦。你好，除了個不該唱歌嘅時間，你唔可以唱歌啊！你咪唔可開在是療效會，係冇好個跌成人，你自家是唔對哦，死你哦，咪冇朋友哦，嘿，跌成人。好咧，曉得嗎？曉得哈，基本哈，基本好麻煩啊！我屋下來當多嘅人客啊，嘅人客啲都嗬要做個人啊，也要勝利人啊，乜嘅人都要我夾咗以後，冇係冇嗬，嘅做主人嚟冇錯，我本人扮就是唔對，坐下來哈，講來了。我們這些脫口秀演員有時候開玩笑會點思念但其實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都開心對，我覺得最近呢，跟好上寧出去玩，我都覺得沒有辦法了，因為他們可以到早上，我大概到1點就可以回家了。對，1點，下午1點，對，這麼早，這麼早，對。